Hello, hello, hello. Hello, 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稍等一下，是讲哦，这个较多敢若网络小可卡卡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安安，罗真松。咱个小等一下，小等一下。啊，应该声音调较紧的。啦啦啦，好吼，声音会使。突发死对，各位突发，又个是突发。哎，大家好，今仔日吼，这个总算是这个有啦，我代志事我有发好无？只是差不多半点钟进前发的。半小时之前发的，还是很突然，差不多半点钟哦，无呢，1点钟有啊呢，应该是有1点钟呢。深夜无中聊天灯，哎，讲到这个聊天灯啊，咱这个喵喵卡爱你好，鸟鼻狗追你好，我甲你讲，这个深夜无中聊天顶，就是其实是这个咱现主时看到这个聊天顶四代凶贼弄最齐，这个游戏的头前的迄出吼，伊这个新的游戏的作者吼，主要的作者应该讲是。毋是一个人做，伊讲的是有一个团队啦吼。这个主要的作者伊就是进前伊学生时代的时阵，家己就做这个深夜无中聊天顶这个游戏吼。较早迄个游戏我是毋捌算过啦，我可能捌算过这个物件安尼尔。今仔日吼，我有暗算想讲吼，看拍甲对吼，就是豆豆来吼。我无拍算要用较困难的模式，因为咱要哪算哪配音嘛吼。若讲游戏若伤困难，一直困伫第一关，安尼嘛无好啊吼。剧情拢无法度向前啊，安尼就无法度讲故事啊啦吼。对。安尼废话不多说吼，不多说废话吼，废话莫讲伤济啦吼。来测一下游戏哦。电动镜仔要开无咯？无收到画面哦，等下吼。小等一个
找一下游戏的视窗。哪尼竟然找无伊视窗？小等者。先回来一下。对啊，小等者。游戏截取不了，等着啊。免急，头来。真大声吼，甲伊放互较细声咧。我嘛感觉足大声。哦 ，OK， 油了。游戏的音量还会太大吗？还是会太大吗？调一下声音好。50安尼会使了无？音乐这样可以吗？音乐这样子应该还好。20，安尼会使吼。好，安尼差不多，我看下25啦，差不多，还是搁较细。好，先安尼试看卖，看卖音效敢会伤大坑。哦，看他嘛行，音效也是很大呢，50就好了。较早算呢，删除。我们侠盗模式就可以了哈，因为咱要来讲故事嘛哈，咱就免算甲
真痛苦啊呢。好，来侠盗模式哦。无啦，偷偷玩迄进前好，骨啦，可能在是2年前的代志啊，未转型诶，未转型做 VTuber 诶，哦，我们就偷懒了，玩侠盗模式，好，咱就是要来讲故事啦哈，吴文中1895年，清廷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甲午战争挂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治啊时代。台湾人唔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。我好像忘了选那个字幕哦，等一下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义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，好像忘了选那替人民个出一口气，台文版。去拼这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这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烫全台。这个游戏我看伊的时间吼是这个2021年呢，其实嘛有一段时间啊呢。我敢若袂记你用台文版呢，对啊，袂记你。我来改一下台文版的顶来。较多迄个配音的这个旁白哈，这个 OS 吼，伊是一个。老师，叫什么啊？吴国忠老师啦，哈，吴国忠老师，先暂停者，顶来。吴国忠老师，伊即马伫即个公司台去台啊，有一个节目叫做解文说字，解文说字，解文说字，吼。啊，看伊的节目呢，会当得到真济即个书典啊，吼，查无的资料，吼。比如讲，伊伫书店，伊嘛会去编书店，但是伊若伫书店抄着一个词，伊会感觉伊会甲用来含咱的生活做一个结合，吼。啊，咱生活内底呢有真侪即个知识啊，吼，是书店内底啊无记载的，吼，啊伊会甲实际的生活经验，吼，结合即个书店找着即个较接咧用，较无遐接咧用的即个词啊，吼，甲伊佮互伊佮。挖回来就对了吼，所以我刚真爱看伊的节目吼，会当学习真济吼，平常时学习袂到的迄个知识吼，好check 者吼，台文吼，做侪版本的吼，算台文的版本。好，歹势，我一届开始顺利啦。西元1895年，元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澎湖挂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治啊时代。日治啊时代，哦，安尼看呢，较知影讲伊到底是咧讲啥货啦。各种抗争的行动，抗争的行动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义贼，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、去拼这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这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马起啦！伊的名声烫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，伊就是传奇人物廖添丁。廖添丁。伊的故事啊，同人知，伊就是传奇人物。廖添丁，袂歹吼，袂歹吼，啥款？回头答案呢？袂歹咯。啊，这讲故事5、6天啊哈。有够赞。陆天师，你讲你熟悉廖添丁，敢有影？啊，当然冇影，因为伊定定来城隍庙秘警察，拢我咧甲斗暗号。安尼哦。拜托后摆甲我小解一个啦，这个有啥问题？啊，只不过哦，只不过安怎？只不过伊真久无出现啦，唔知敢搁还拄会着伊。嘿嘿，无啦，说紧就是紧死出去啊！快讲啊，王老板啊，唔通啊！
王老板，伊着去遮尔尔，莫为难伊啦。哼，我看他是去遮是落汗，有钱袂着爱纳税金嘛。毋过，卖啰嗦，死出去！去遮紧纳租金清清咧。头家人啊，我真是无钱了。无钱？你暗管那迄点元的铜牌哦，我想真久啊呢。即个铜牌啊，着歹当旧时毋值钱啦。哼，卖啰嗦，起来！等咧！哼，啥人才好打？阿林啊，唔通惹麻烦哦。王文忠，猪了甲我放开，若无吼，若无要安怎？若无廖天顶会甲你教死啦！哈哈哈！廖天顶要笑死人哦！你真久无出现啊，凡世道着死咯！我天都希望伊随现身，通互我报一箭之仇。哼！安尼哦，你想要安怎报仇？嘿嘿嘿，叫我这样想真久啊！大先哦，先讲两个卡骨，互伊知影，嘿，摆开痛苦。袂歹，啊，搁来呢？啊，搁来就是，低头等，低头长啊，久见。是你啊！看来顶摆甲你教死了无够哦。你好大！哇！冲什么？查查拢拢！啊，警察大人啊，按冲船，廖天顶伫遮，去甲你也开啊！什么？廖天顶？警察大人啊，靠你啊！我令我先来走，紧走啊！紧，你去甲上本队长报告，我现廖天顶啊！配了上过这个投入嘛吼，上过入戏啊，毋知影家己即摆当咧耍游戏。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廖天顶哦！哦，我总算见到你啊呢！较细声咧，也无确定啊，警察佮规定请我来。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阿林啊。赞哦，阿林啊，你拄则真勇敢，赞！这才是咱台湾人的气魄。天顶啊，你这阵啊走去倒位？大家拢真少念你呢。讲来话头长，有闲则豆豆甲你讲啊。即摆上要紧的，就是去驾驶迄个猪头肠啊，把大家物件摕转来。天顶队，迄个王老板敢若足惊你的呢，啊，恁较早有熟悉哦。较早捌伫树林街啊交手过，想袂到伊嘛走来大稻埕。这个王老板吼，开一间点心茶行，伊做的茶啊，夭寿歹啉哦。哇，字显示不出来，字无照出来呢。佮甲日本人破烂应该是烂啦。结果哦，日本人就甲永乐市啊交互伊管。伊利用这点租金安尼乌白起，连伫市内的人连伫市内的人有够苦哦！阿林啊，你敢知影伊的点心茶行伫倒位？当然嘛知，我即摆就带你去啊！行，点灯队。等咧，添丁啊，一本册先闲的才去。家己摇啦吼，台文克洛兹测验，奇怪，是我无装迄个字形啊，是安那？我会记得进行算的时阵，应该是找会出来较对呢。
不管，这游戏算了再来想办法解决。哦，即摆伫册内底咧训练啊吼。A 就是跳，持久哟，两段跳啊。哦，经过，持条无放会当扶落去。哦，跳了下骹站。哦，这洛克人，迄个毋是洛克人，马里奥嘛是安尼。会当闪避大部分的障碍甲敌人的攻击。哦，车练到闪避。哦，水哦。哦，这嘛会当闪落底啊。伫半空中嘛会当用 A 加 RV，A 加 RV 空中闪避。哦，水哦。哦，当接近某一寡通交掠的物体的时啊，会用伫弹出蜘蛛索来穿过障碍。啊，蜘蛛索伫 LB 伫倒？哦。哦，そうですか。啊！哈哈哈，死去！哦，袂当搁跳一摆啊！哦，顺哦。用双子武器攻击 X， 对哦。淘汰技能，淘汰伊的波头。哦，西吉瓜，什么西吉瓜？西吉瓜买当考虑来算呢，淘汰来武器弹掉哦。顶面迄粒是蜘蛛索啊，下骹这是弹掉啊，Y 是淘汰武器，好哦。瘦身哦，来，过来甲我赌一摆，无通啊赌啊。我想要搁赌一摆呢，无爱搁赌啊，互我赌 RB，A 也是 RB， 拢会当瘦身，好无看。食挂包恢复体力。哦，爱注意挂包存的量哦，存三袋。伫记录点进行互动，通记录进度，恢复体力，可补充挂包记录点哈。泡茶下茶袂歹呢，算甲变四支杆，会真好笑呢。这我就爱这个海音笑的，袂歹，单倒转去，哦，哎哟。水啦，哦，真久无耍啊，拢袂记得伊的操作是啥款啊？好啊，找内容哦，若是袂记得哦，下当搁再找我，家己爱细念下。顶面对，对我来去哦，对我来去，结果你。走遮远，安尼是安那？红莲丝，火烧红莲丝。好心的头家啊，请救命咧！好，唔免。这是什么钱呢？还加大班，加退过来个，才来了。是咧靠北免做。这汉药啊，上实在，要你来看来咧咯。嘿嘿，我那哥仔饼哦，真好食，你来交关啦。要买布无？阮的布料色水上齐全，请你来交关啦。我来找顶兴茶行，林老板。林福进
林福进商店，哎呦，林福进，福进台语哈。这个南北货上介济，你来看卖咧哦。来，靠背去食过来。好心的头家啊，请救命咧！嘿，无时间，什么大神人啊，走啊！这靠的，我来讲难免的，难免啊。买车刷无，又是要买米，欢迎你来看卖咧。阿林啊，点对？头前就是港顶哦。顶险第一行就伫遐啦，紧对我来去。这去遮是拢咧哭呀。顶险大诶，头前就是顶险第一行啊。哦，阁真大间哦！好，阿林啊，你先转去，煞落就是我的代志啊。对啦，这个顶险第一行哦，内底真社气哦，天中大啊，你千万爱细腻。安怎社气啊？安怎社气啊？我听朋友讲哦，王老板伫地下室饲一只猪头怪呢，比厝景较悬，真恐怖哦。哦，有这个代志，安尼我阁较想要入去参观啊。无，大啊，你较细腻咧，我先转来哦，我先来转哦。过来就等天暗啊，低头肠啊，恁爸食凊糜等你。看，竟然互我伫家闹开！报告头家，家底标头拢换好啊！哈哈，真好，去甲迄拍开，聊天顶下暗啊，一定会来。卖啦，迄顶摆拍开，险啊，甲规厝惊拆了了。房厝要算啥？我当初就是起迄，就是为着今仔日，下暗一定爱互聊天顶死甲真歹看。讲聊天顶，搁再倒转来大潮埕，无义哦，讲一个转来就拄着死对头王文忠。王文忠同款遮尔恶质，又搁伫咧欺压善良的百姓。添丁决定要来去顶险地行，替大家出一口气。毋过王文忠嘛毋是软脚虾，早就为着今日的决斗，设下天罗地网。到底添丁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听歌。第一回，王文忠金库抢案。第一回，王文忠金库抢案。差不多好行动啊！しっかりしろ。今度靠精神嘞！大家出入口好好调，一摆一定要抓着聊天顶。是上文队长。哼，饭工卖个食咯，去你二楼甲顺一摆。嘿，先辈。哈哈。好手者的声头也是原在啊响亮啊！既然低头肠啊找警察来斗骹手，安尼就袂使为正门直接硬弄入去啊！我想看卖咧。有啊！对下水倒入去好啊！我会记这下水道的维修口就伫头前，过门的土壁应该还搁伫咧。五土壁，
哎呀，我要疼死哦！土鳖啊，真久无见面，你哪会坐伫涂骹？哇，天顶大诶！你倒来大抽埕哦！拄则有一个怪人，毋通拍我，佮甲我诶锁匙抢去啊！哪安尼？我拄要想甲你借锁匙讲。就是迄个啦，就是迄个人啦，伊抢我诶锁匙哦。好，我去替你抢转来。安尼就拜托你啊，你爱较细腻咧啊。迄个人哦，武功高强哦。竟然落落来。配奸商好有感觉。对哦，我刚刚袂记你甲这个 DVR 关起来。DVR 关起来好啦，啊无会有个人会看到头前。我看觅，DVR 关开。DVR 关起来，安尼就大家拢会当对上新的进度啊。安尼就若要看头前，就爱等规个游戏规个直播做了吼，再来看吼。状态看这个武术抽筋拔骨，这个功能还未开放。收集品系统，会议关卡时间啊关。会议的关卡时间啊。来继续走。喂，你抢人的物件要创啥物？紧甲锁匙拿来。这招是亮天，你是师傅？加在你还阁会记诶，师傅，你哪会来遮？我伫你老店山顶，你逐摆都逃走。师傅，山顶伤无聊啦。山顶倒位咧无聊啊？是你诶定性伤歹。这本你先摕去练练咧。这本是。刘亚群第一部亮天。刘亚群是新亚脑作展册啊，展册创作的是新亚文的基本功夫，强调脚不过三，色不用脑，是一套以速战速决做核心的武功。刘亚群第一部亮天，甲真气击伫骹尖。骹腿压悬去头壳顶以上，受练者咧施展即招的时阵，会当顺势甲身躯背身骨啊笑悬。亮天，伊则写即个 PC 版的教学，安尼是要看有呢。听好，下水道内底阁有3本秘籍。你去甲拢找出来，你去甲因拢找出来练练咧。这4招练习了后，我阁会来找你验收。是。若即支下水道锁匙哦，家己起来摕啦。会记日，甲迄3本笔记找出来。紧去你摕锁匙较有影。L 加上 B， 亮天，是3段跳的概念，3段跳。
锁匙总算摕着啊，紧转来去找土壁开门。土壁，锁匙摕倒来啊！哦，水啦，多谢添丁大呀，我随甲你开门。门拍开啊！啊对啦，最近真侪普龙宫的哦，伫下水道出入，你落去爱较细腻咧哦。普龙宫，我知啊。好，我知啊。笑字红卡筋，亮天。哦，遮竟然安尼落落来。哦，哦，卡到无接好，弹起哩，再甲亮天一摆。袂当拍。啥物？我袂记你会当闪。常驻武器连段攻击。哦，そうですか。来射我，射我，射我！哎、射我，射我！哎、搁无对啊，搁单一个。哦，安尼有啊。海面掠无好。哎、袂开一了。哎、我每次都弄错。啊，唱了唱了啊，是操作个袂惯势。操作个袂惯势。
好，落落，继续落落，会到什么所在？啊，跳无水。哇！安尼无法度跳起啊？应该是会使呢。搁试看觅。袂用死，袂用死。诶，这袂当跳吗？这袂当跳。诶，第一关就卡关啊！应该是爱跳遮起哩。啊，死去！好，搁跳一摆。无够远呢。啊，不能像洛克人一样，得让像洛克人安尼。安尼我搁有啥物攻略？嗯？诶？安尼要哪办？要行倒一边？这边也袂过去啊。这也袂开一啦，袂开一，但是这扑落开，嘛袂使。来ないのか？嗯？哦，是。互你死！应该是爱跳车跳过啊。
诶、龙天二段跳龙天哦，是这样子吗？诶、等一下，哦对，先龙天再跳，哦，这样才是对的哦，真是聪明，好，拜拜。真的可以。哎，看一下，不行，用完天之后就不能再跳了。可是可以改变那个顺序，但改变也顺序啊。安尼有无？改变顺序安尼啊。是当摕揪到什么货？袂过啊！啊！这到底是？等一下，等来。有物。还是有拔掉咯。无啊。这真正爱跳过呢。我看看有没有别的功能。没有，干那6天尔。低毒色、弹武器、储杯、闪避、茭白、绝波、流影棍。你着啉来你好，阿曼。我即马卡关啊！我一直跳袂起哩，拢差一点点啊！袂使，这到底是要哪跳？第一关就卡伫遮。
无所在通啊去啊，应该就是爱为遮直接跳过啊。但是无其他的步通啊跳啊，是我倒位用唔着，嘛无蜘蛛丝通啊跳过啊。对啊，好啦，搁拼一摆啊。练习一下。诶、跳不起哩。对啊，二段跳可以接啊，可是我已经接了，跳不过去。是我倒位用唔着去。跳袂过。啊！对啊，还有前提，但是迄是后壁，但即马就是跳袂过啊。啊是我阁有啥物所在爱升去，即马嘛毋是啊。诶、敢若有较接近啊？今仔日就卡伫遮啊。诶、差一点，真正会当跳起哩吗？可死啊！对啊，但是即摆毋知要去倒啊，即摆毋知要去倒诶，无位通啊去啊，啊是阁有路我无发现诶，我看觅，无啊，就是遮啊。即个歌啊无法度过，啊是啊扑啊扑100盖，哈哈，扑袂过。我搁找咯。哦，加啦哦，我写的 K 笑啊，这边竟然没看到。这边哪开啊？包厢袂开一咯，袂开一。哦，秘籍伫遮啦。张影群第2部踢好死，下了一家开力咯。哦，这毋知啥物人号名，有够歹听，叫做踢好死。哦。哦，下咯，亮天加炭火死，把炭火死加亮天。不能接啊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认真，唔通给人家起笑。摕到单发的贡献。
单发的伤庄啊。好哦，好，安尼应该会过啊吼。哈 ，OK， 原来就是减一步。赌好票100钱，好哦。好，继续落，耶！我要冲，浪费伤济时间啊！这个日本仔的武器，这个剑袂歹。碳核四加2天，2天碳核四加2天。好，即马操作甲愈来愈熟悉啊。OK。哦，这拍袂破呢。开力无够，先前进的样子哦，好哦。哦，我即摆是1寸长1寸强啊，1寸长1寸强。哦，有迄武器会歹去呢，当作我抓狗的呢，对，你就是抓狗的，当作恁白塑胶呢。哦，
这个武器安尼才长哦，会当头前后壁拢拍来，袂歹，真趣味。好来，宝箱，得到乌刀酒，打鼓棒法，打高棒法，打高棒，来哦！哎呦，还可以叫哎呦！伊这个打高棒，佫会歹去的。哦，伫遮。安尼敢跳会去？那无法度。好啊！一寸长，一寸强，水啊！哇！我的迄个无啊，我的打高棒无啊。换一下波头来算的。哦，不了够慢呢。打高棒较好算，较水。左上有使用次数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哦，琳达，哦，不该这厉害。哈地，先行倒平好。啊，一直撩回安尼会死呢。哦，得到红仔飘单量骨。哦，紧补一下血。OK， 继续行。阁有一本笔记较着啊。第一个小魔王，哦，毋是，当我抓狗的呢。
哦，你竟然捡炸弹、捡汽油弹，这要紧无啊？这互我想到成龙的一个电影，一个 A 狗的爱晓捡迄无？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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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个有迄个电影，爬练到闪避袂使。啊然后小魔王就对啊，来，哎呦，我捡，当我抓过的呢。富利亚呢？你当作你是日本人哦，富利亚，哎对啊，伊可能就是日本人就对了。富利亚，迄是格斗游戏较会有的这个，你当作你是克拉克的哦，富利亚。富利亚嘞。这要挑起啊，今年好一下会。哎，第三本秘籍《流影群》第3部征服杯，下了一家溃烂，好哦，这就是咏春寸棍的概念啊。水啦，咏春寸棍。这个红仔票倒电雄鸡什么？雄鸡镜。好哦。这边，哎，下骹敢刚去过啊？这着南无警察大领导，哈哈哈！南无警察大领导。足靠背呢，看你外头哦，找到隐藏东西啊，高粱酒飘。OK。我抓鬼！不好啦！嘿
佫会改呢，哎哟！这起来要创啊？大钓艇下水道。哎呦，跳无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枪技真强呢，啊，但是弹袂着，扑袂着迄个，扑袂着迄个翁啊。哦，上尾一本《刘亚群第4部战地》，下了一个溃烂。哦，水哦。原来这会当接起来哦。系啊。无开啊，哈哈，敢若三架尔。真趣味，佫会无开。哦。我要来抢炸弹哦！朝日樟脑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落来只涂骹，那个爬起哩无啊？好哦。当我抓狗的呢？哦，这真强呢。哦，真红条诶。
好，拍开啊吼。食屎啦！这小兵夹机车呢？要烧互你死！宝宝，这是啥？台北市章，台北市中。好哦，好哦。想要爬到最上面那边，想去里遐，角度不对。哇，袂当转去啊！安尼检一个所在去，无去。欧文中啊，假茶标头换好啊未？头家啊，安尼咁好，啊食着食，啉着假茶，人会破病呢。花出去，钱入来，阮兜大发财就好啊！插小伊仔济。我实在看了无点呢，低头长啊！原来你毋若租金南三收，阁卖假茶，我实在是看了无点呢。鸡头长啊！姚天丁，嘿，今仔日姚天丁，投入我的金库已经全面升级咯。你今仔日是自投罗网。弄回死！别我惊！哦，佮甲我叫呢，表我惊干呢。这毋是迄落哦。表我惊干。咱是这是这个，毋是18禁的台呢，这敢袂当安尼？弄回死！认真拍了，等下总挑的。弄回死！别我惊！别我惊！
哟，迄单时啊，死好，死好。哇，袂通搁转去较多遐，哇，好哦，无要紧啊。看来就是这。弄我死，不要紧，弄我死，不要紧，弄我死。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干！哦，可以让真正美干呢。弄我死！真歹喙，真歹喙哦你啊，出干辣椒。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干！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弄我死！好哦，啊都袂记补回个死啊。什么18金的台？对啊，伊较会美干。我们中妹毋是我哦。啊闹诶！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干！不要我惊！弄我死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干！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干！弄我死！不要紧，干！哎呦，紧！弄我死！弄我死！来，安尼，奈安尼，看的聊天顶啊，去死诶！聊天顶我转身去塔塔，甲牵过来的金球踢转去黄金吊枪，金球牵着吊枪的胸坎，连带引着后壁的火药，目一年金库变火海，顶心地行嘛要倒去啊！唔通，唔通抬我！抬你这只鸡公要创啥？可怜啊！嘿，颠倒是你对乡民遐抢来的物件，我要炸走。阿财，紧带恁头家去逃命啦！才要倒去啊！后摆皮哦，变互暗下，低头肠啊！看，头家啊，咱紧来走了。看啊！
阿财当咧开门尔尔，门煞先互人杀开，一道乌影徛伫门线后。是你啊！无路用的卡笑，无路用的卡笑。砰！GG。有影放弃啊！哈哈！了天地，了天定，了天定。啊！九件好手节啊！什么好手节？叫我摸亚麻摩托什么？不是亚麻摩托啦，什么松本咩呢？上本大人，哈哈！连刚才甲你立比赛啦，好手节啊！我先来走啊！哦，嘿嘿，了天定，一摆你走尾去啊！听你啊，为我来，想要掠我，好大你就来讲啊！好大你就来讲，应该是安尼个对。我想什么代志？来烟砰砰。倒位来烟雾弹？喂，紧走啦！哈，落力！阿林，阿林，你哪会伫遮？我来斗相共的啊！先离开遮较讲啦，则搁讲啦。好。阿林，这是猪头肠仔抢去的物件，你替我献互乡亲啦。好，交代我啦，天天队，遐有几人会去食哦？几若工拢无食，你嘛甲斗相共一个，你嘛甲因斗相共一个。好。呵呵。啊，这个钱敢拢要互我，啊无，这个我是嘛送你。哦，台字文、台字文，赞，物件拢无归原主啊。毋过，无看到你是当派互人抢去阿伯呢。迄个歹当鼓声送你啊！是迄个阿伯。少年的你打头真在，这个破牌啊搞你，搁真下输哦。毋过我先甲你警告哦，这个破牌啊会互你大富大贵，嘛会互你无性命。这就看你的好歹字文哦。哦，这厉害！好，安尼我就甲收起来，多谢前辈。哈哈哈哈！少年呢？哼，乞丐让我想到越南大战。对啊，越南大战有迄个人质呢，有迄个人质，搁有迄个呢，伊个会当发龟派气功呢，足厉害。哈哈，伫遐咧假鬼假怪，讲甲神神秘秘。老天师，你看卖咧，敢会看出即块牌仔的来历？老天师，你咧规半步，看有，是看有啊，看无啊？即块铜牌看起来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，毋过哦，我看袂出来什么来历啊。好啦，我搁找别人问看卖咧。点顶大个，啊若像迄个阿伯讲的，会使大发财，你拍算要创啥？起大楼啊！咱就伫遮起一个新市啊，互大家用，免收租金。你看啥款？赞！有即款的北肠，正讲是27聊天顶。你是拄则等烟雾弹的人？是，在下28受花清风，杏花。28受花，清
清风，安怎？你有熟悉伊哦？点点大，你有所不知啊！28受贿是近来正清的抗日组织，听讲内底有真侪厉害卡潲，尤其是带头的阿片西，听讲法力高强，会使号称天兵天将。这位清风是伊的大弟子，嘛是一位歌手。有遮尔厉害？哈哈，嘛拢江湖上的朋友咧风声的，添丁兄会使来阮忠义宫坐坐咧。你甲阮师傅应该真有话讲，真有话讲。亲像恁手底即柄铜牌，会使去问阮师傅，因老大人老江湖啊，应该知影来历。嘛好，恁忠义宫恁忠义中吃螺丝。嘛好，恁忠义中，嘛好，恁忠义宫伫倒位？对，等下，嘛好，恁忠义中，等下，嘛好，恁忠义宫伫倒位？伫酒啊！奇怪了，那么简单的字，这简单的我写那点干呢？恁伫酒啊庄，伫酒啊庄遐，酒啊庄我知影，过溪仔就到啊。天门大诶，明仔载我带你去。安尼明仔载伫忠义宫恭候添丁兄大驾，时间无早，在下先过时。顺行。好啦，天天大，我嘛要转去休困啊。明仔载早起伫先锋庙口会合，我带你去酒仔庄。好，好，紧转去休困啊。啉一下水。甜甜啊，下暗你着伫先锋庙过暝，顺续甲我讲即段时间的心色代吼。没问题。迄哪有啥物问题？行。Alice is coming， 你好，奥夫你好，阿曼，大家阿曼啊，来即摆拍即个即个号做即个聊天顶啊，即个鱼带香菜卤做旗啊。大家啦，大家啦，你着先起地兄弟嘅埋伏啊，太紧我走去，就歹势。啊连细尾都无踩着了，上本你甲我较正经诶啊！报告是。虽然聊天顶走去，毋过以我掠着大朝廷嘅地案，原来家庭的主母是丁hin王文忠ですか？好啊好啊，听到这本岛的人的哩哩哭哭，我边边就涩涩叫，啊！涩涩叫对，涩涩叫。毋过我着要解脱啦，嘿嘿嘿嘿。总督甲我调转去内地，准备做5年计划，我会使占你这本岛人，啊！哈哈哈哈！我无伫咧这期间，高等警察课的岛田警视会过来担任署长啊。高等警察課ですか？啊，高等警察課です。是啊，就是一定你想要新调的高等警察课啊。机会来啊是无？我是这个。进度好，工人得到。新任署长岛田雄之进，无遮久才搬煞，林波通课实在伤散漫啊！岛田君，求见，迄落大金前辈，大丁啊，金应该是念丁哈，大丁前辈。客气话就免啦，敢会使请你物件紧收咧？明仔载开始，我就要伫遮办公啊！这块有够无礼貌啊！岛田君也是旧镜头啊，
真注重效率。这位是上本警部，咱第一分队的队长啊。在下上本为一，请多多指教。上本，你会使甲岛电警司先到要安怎新调高等警察课啊？哦，你想要来调来阮高等课？是啊。最近阮确实有靠边的拍算，你若是表现了有够好，我会使考虑甲你推荐。不过我听讲，你连一个视察都报得武袂好势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萝卜饭，哈哈，真好食。哎呀，前辈可会起遮久哈？前辈出来呀！高等警察课啊！上本前辈啊，等我咯！先輩，上本前辈啊，等我咯！彭刚，安尼机会来呀！我已经看到高等警察课的大门啊！前辈，你是讲会去全国精英的高等警察课哦？是啊，全国上关顶的警务单位，警务界白金殿堂。我头一天做警察，就想要去的单位啊。有，所以来咱要好好表现，争取岛电警司推荐的机会啊！报告是前辈，真好。安怎是无前辈？不过岛电乡志镇这个名，敢若捌伫倒位听过？台北州的某一个所在，安怎明白到车未？欧文忠哥错赛啊！互聊天顶迄个视察了报抢去啊！这苦的，会食袂烧蒸的瘾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对策啊。什么对策？讲看卖咧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好，真好，就安尼办。来讲添丁打破王文忠的金库，替百姓透一口气。这个过程中，伊有搁熟悉28宿会的清风，无意中搁去捡到一块古早令牌。另外一方面，北警察署新上任的署长岛田，伊甲廖添丁的未来有啥物款的冲突？同一个时间，两个乌影人当伫咧密谋邪恶的计划，这和添丁搁有啥物款的牵连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二回，抢去弹药切烂。啊！你站讲遐个敢拢有影啊？金门的当然冇影。呵嘿，安尼我嘛要写落去广告册内底啊！你后摆来，我会使广告互你听哦。好啊，听起来袂歹呢。基本操作，选择要回伊的关卡，嘛会使摕到进前绕沟去的物件。哦，水哦。你妈讲要带你去酒仔庄，人也会还袂转来，哪会还袂来？不要紧，无赶，我阁有代志要先去江月楼一转。江月楼，你昨转来台北，还袂去找伊哦？昨本得要去，煞先去拄着猪头肠仔的代志。
啊，你实在是吼，去，紧去啦！好啦，我先来走啊。哦，佫有17项物件无摕到哦，啊哪位？佫有欠遐侪项哦。哎呀，很像柯南里的黑衣人，对对嘛？好啦，咱是要讲故事吼，咱就先向后壁行。张清河。哦，即摆拢有送物件呢，得到台湾北京别格，地牛咧牙经，顶兴茶店上好，因一直用福建茶迄款奥茶加做台湾茶来卖，夭寿恶质。总算有人去教示王文忠啊，爽啦！最近警署附近常常看到宪兵队的人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哈？哦，你做搞话呢？讲完了。哦，即摆拢有送物件呢，得到徽章、竹山庄章、徽章、德山庄章。即摆这去遮敢若真正啊，亲像迄个外人大战内底迄个人质阿伯共款的，但是伊袂共人斗拍就对啊。哦，佮摕到，佮摕到物件，摕到做奇奇怪怪的物件。哦。拢总10%，哦，佮会当哦，物件落的几率嘛是原来爱看的吼。占地情何杯，拜托4两天。哦，顶头有物件呢。哈哈，顶心第一项倒啊！江月楼伫倒位？乡民、这是大好行。头家就是当年甲日本兵带入来台北城的高彦勇啊，赢啊，高彦赢。金虎杯哦，毋是金啦，金啦，惊死！
有钱就是无共款啦哈。对嘛，爱帮阮拍，爱帮阮斜拍，本来就是了。给你那么多钱，那又不帮忙打架，是在又无要讲斗相争啥啦？我感觉伊走了小可较慢淡薄，佫会当佫较紧。五土壁，即摆是佫要走去倒？港湾楼是伫倒位？爱走正边啊！日新町、日新町，这无来过。龙阿木边仔公园楼，逐暗道夜笙歌是大洲埕暗暝上闹热的所在啊！哎，公园楼。伊未见小三卡。是安怎叫伊三卡？伊走去做四卡的路财，当然嘛欠一卡。嘿嘿嘿，三卡，一甩啦，嘿嘿嘿。喂，伫遮咧领地人是去创啥？哥，你有啥物地带啊？等下，迄个敢若是聊天顶呢？真诶假？对啦，紧走咯！你有安怎无？无代志啊，多谢了送。因是安那要领伫你？可能是我伫日本人的店头食头路啊。哪会去日本人遐食头路？我要学日本人的技术，连讲开一间正大间的店，互搁较侪人有头路，有饭通食，搁会使趁日本人的钱。赞哦！好，有志气。细5万尔，我要来去无用啊！阮的店面伫北门顶，了啥？若是要买肉，欢迎来北门顶找我。我嘛爱紧去你公园楼，其实楼尾顶有一口是会使入去。找看卖啊，倒位会使爬去，爬去哩。找看卖啊，倒位会使爬去哩。听讲公园楼内底烧开真济台菜，这是要找一本来参考一下啊。公园楼 ，OK， 找一啦哦。阿乖敢无伫咧？奇怪，人咧？奇怪，哇！险啊，互你惊死！阿乖是聊天顶的青梅竹马。大汉了后，互人袂去台北做艺段，聊天顶不时会来找阿乖开讲。对无爸无母的聊天顶来讲，阿乖是伊唯一的亲人。啥人叫你转来台北，要先来找我？哪有啊？我今仔日透早甲正来大洲埕，随着来找你啊！这是啥物？这一个看就知影是大名鼎鼎的聊天顶做的吼，聊天顶做的吼。你明明是昨昏才到台北啊，
漳啊，毋是？你明明是漳，就到台北啊！哎，啊，好啦好啦，互你掠包啊！明侦探阿乖，嘿嘿，物件呢？客气，你伫输夜梦的台中卖鸡饼。赞啦，有影是我的好小弟。啥人是恁小弟？咱同年呢。我大你2个月哦，无爱甲你磨水花啊啦！我要来食卖鸡饼。逐摆食着这个饼，我就最想阮阿母的。唉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阁欠3个月的钱，就会使赎身啊！唉，早就甲你讲过，钱的代志找我就好啊。亲像王文中的金库，我凊彩31块啊，就会使互你赎身啊。李兄弟，咱有约束，你做贼敢若会送做二贼。你看，敢若大条埕鸡啊，都有偌济去食。去台湾的艰苦人阁真济，咱阁较有气力的，就爱甲别人斗相共。是，阿乖子啊！阿乖虽然袂晓武功，毋过嘛亲像廖天顶共款热心公益公益。对啦，我物件要互你。这啥？这我前几工去城隍庙求的，你规工伫外口走跳，这歌咧，我较放心。迄落，等你赎身了后，阿乖哦，紧准备一个啦！高山金宝过来找你啊！来，金宝大人食请。甜甜，你紧走，等下互高山金宝看到，就害啊！哼，可是高山迄颗变态是无？我来甲教死一个！莫讲戆话，你身躯顶排案件有够济啊！紧走！可恶！紧走！香火茶啊，爱记你挂哦。安尼你家己较细腻咧，我练工才过来。哼！可恶！可是高山一颗的，等下乖赎身，我就带伊去清水庄平静过日。差不多要转去城隍庙找阿林啊。哦，金光护体符，减少机关甲陷阱造成的伤害，哦，袂歹哦。好，要跳楼啊！来跳楼！这武功高强之人啊，跳楼拢跳袂死啊！才阁袂惊。对，伊要甲阿乖平静过日，结果无法度拍算是安尼。这故事啊，拢是爱安尼行的啊！how有可能做主角会当互你好食困？阿林啊，讲要来带你去酒仔庄，啊人哪会还袂到？罗天师，天门队，我来啊啦！阿林，这你的车哦？是啊，这是我平常时趁食的家私啊。行，上车啦！多谢。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好，带我来去酒仔庄，罗天师，咱先来去啊！一路爱说你哈。天顶大的，迄酒仔庄伫淡水河的对面，先伫遮落车，我带你去头前坐船。好，好，你我来，行这边。
怪怪哦，这阿林啊，钱拢互遮去遮分了呀。头前就是杜准头，头前就是杜准头，行啦。添真大，这个是阿牛，阮外贴的好朋友。阿牛啊，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廖添添哦。食饱未？嗨，阿牛，食饱未？原来是游劫乌剑明哦，久仰。哈？什么乌剑明？天门队，请莫见怪啦。阿牛生本哦，爱讲一寡乌落无济话。天门队，你会使上船啊？落来。好，劳烦阿牛啊。哦，安尼就随转去啊。哦，无人知影，上尾啥人会去？他会讲很多奇怪的话呢。我来甲看卖啊。有坐过大发的车早班车无？会记你抬头看天顶的鸟仔哦。有坐过大北发的早班车无？会记你抬头看天顶的鸟仔哦。哎呦，换别句啦！我要看你要拢在讲啥。连你第一号，你迄说你地下室的万队长，伊的手腕真惊人哦。哈哈哈，嘛是会拄着笑的啊，酒仔装。阮真是无钱咯。真正袂当个大咧，税金拢总4.50元。抱歉大人啊，你好心好行，小通融一个啦。无法度啦。定是日本人的规定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无恁家己去甲日本人讲啊。真是无钱，拜托啦。轻的也是有啦，啊无，甲恁的牛卖咧都有钱啊。虽然用得啦，原来靠迄只牛种作咧。是啊，甲牛卖掉，阮就活袂落去啊。安尼，我只要甲顶司报告，日本人若怪罪落来，罚的钱就毋通食呢。是咧。啊，你这个人是目潲哦，行路拢无咧看。歹势，保证代志啦。我拄则听到恁讲的对话，安尼因欠的钱，我来替因落啦。啊，好啊，快点咯，有人纳就好啊。当总4.50，钱摕来，5块互你，免走啊。嘿嘿啊，真好，即摆哦算你好交运，后摆莫阁欠税啊。阿牛很累，不要一直坐船。少年的啊，多谢你呢。无啥啦，耍手尔。搁再讲，迄嘛毋是我的钱。少年的，你外位啊人吼，来阮酒仔庄要创啥哈？我要来去中义宫，我要来去中义宫。你敢知影伫倒位？
伫头前尔。多谢。多谢。啊无，我先来去啊。奇怪，这个中义宫还会遐歹了，伊讲，新的头家哦，请手救命哦！你嘛爱讲一下别的话，大家拢讲共款。你去食，你看我的钱拢去食，真正用去食分了呀。哦，拍麻将啊，是咧泡茶。中义宫到了。中义宫信徒，会就要开始啊，紧入去啊！哇，遮济人啊！各位乡亲，这个符啊，拢有王爷公加持过，一张30仙。要一张？要2张？啊，我嘛要1张啊！等发挥结束，乡民散去啊，廖添丁才行我清风身边身躯边。哦，添丁兄，你来啊！师傅啊，这位就是我甲你讲过廖添丁，添丁兄，这位是阮师傅，大家拢叫伊阿平西。袂歹袂歹，袂歹袂歹，定心迄件做了水亏，有影是英雄出少年。阿平西过奖啊！清风讲你有一块古董铜牌。爱我甲你鉴定看卖咧，是无？是啊，伫遮劳烦阿平西指点一下。这是大出海灵牌啊！大出海，大出海本名蔡肯，是100当前的大海贼，专门伫乌水沟抢上船。伊的下骹手有几若万名海贼。100外只的战船，尾啊，搁伫河尾做王，自封定海威武王。清国皇帝几若摆派兵，拢无法度甲伊收服。蔡肯上出着的错手，嘛是伊的看手，女妖仙，人毋那水，武艺搁高强。这个查某海贼枪法足准，捌过一只船，一枪就单死水军提刀，枪指正着拿后。女妖仙战功无数，带一阵私人的查某兵，部下拢尊称伊是蔡肯马。毋过第一摆海战，女妖仙不幸煞战死去，蔡肯足伤心的，所以调集几百名师傅替伊起一座地下墓矿，甲伊在生上介意的宝物拢放入去陪葬。蔡肯为着防止人来偷恶梦，调工甲起伫压贴的所在，搁伫员工迄日，甲所有的师傅、甲所有的师傅活台，防止走漏风声。听讲内底财宝有够济，过去100冬来，一直有人想要甲墓矿吹出来。毋过啊，无人成功过。听讲要入去蔡坑仔的墓矿，要有3道令牌，你手头的令牌就是光明令。光明令？是啊，这光明令就是蔡坑当年用来。毋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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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毋好！毋好啊！阿台，安怎晓？这讲出代志啊！一直棚内顶甲宪兵相拍啦！啊人呢？有安怎无？刚才一寡兄弟经过，
做伙甲因带转来啊！过伙甲带转来啊！啥人叫因加管刑啊事？不过是几个重要犯，报假棍3、2手就会使听好。六姐啊，你先坐落来休困啊。阿大，你讲宪兵哪会甲六姐啊相拍？本社暗时要出发的任务，伊讲伊家己就有载着，透早一个人就出发啦。结果半路拄着宪兵队，都拍起来啊！虽然阮全身而退，毋过大家加减有着伤，下暗的任务啊，恐惊无法度进行啊！六姐啊，你哪会遮匆忙啦？煞去，人无代志就好啊。师傅，安尼任务要怎样？要安怎？下暗若无行动，恐惊都无机会啊！惊什么？等我行功休喘一下，谁在这出发了？六姐啊，你还是先休困啦。我看我亲身出马好啊。对啊，游戏原来是有台语字幕的嘛？是的，淘米团子好。好像是目前唯一有一款有台湾字幕的游戏，应该是啦。太酷了，超酷！对。袂使，袂用得啦！你要带了28小岁，袂当去遐危险的任务啦，去遐尼危险的、遮尼危险的任务啊！唉，安尼啦，恁什么任务？反正我会使斗骹手，真是的。添正兄若肯斗3工，安尼就无百面无问题啊。添丁，这个任务无简单哦。清风啊，你先甲任务的内容甲伊讲。是，最近阮得到情报，四卡对日本运一批军火入来，准备5年计划要用。阮暗算去甲军火偷摕出来，一来强化阮的火力，二来要甲四卡绕开一个。这批军火即马藏伫北警察署的地下军火库，明仔载透早就要专门去全台湾各地，所以下暗啊是下手上尾的机会。添丁，你也想好清楚哦。这个北警察署内底是机关重重，毋那是顶心地行遐尼遐好攻破。各位放心啦，我甲四卡对着经验少亏，而且偷摕物件我上内行，放心交互我啦。喂，倒位的配搭啊，讲话遮摇摆啊！歹势啦，即讲，各有各位，要要甲大家正式绍介，这位是为大潮亭来的廖添丁。哇，是大潮亭有出名的义贼廖添丁哦，久仰！惨！个什么的义贼哦？添丁啊，要无即摆就麻烦你啊，后摆就甲遮当做家己的厝啦。你将来有啥物代志，甲阮28赎回，阮28赎回，绝对挺你到底。添丁兄，安尼咱先来去准备，确定啊！直接伫phòng内顶的北警察署后尾门接拍啦。没问题。好，无问题。四叉阿宝啊，你上好哦，莫拖累大家啊！无我袂放你耍哦。六姐啊，你先专心疗养啦。你警察六姐讲入去吼。是。添丁，
劫军火任务就劳烦你啊！28赎回人嘛真古锥，竟然会想要去偷摕军火。添丁，哦，师傅来啊，甲我过来。师傅过来啊，毋知有啥物代志，千万莫叫我转去山顶哈。三国英，师傅，啥物代志？我一直无爱互你落山，你敢知影原因？我一直无爱互你落山，你敢知影原因？你讲我母鸡学无头，出来走跳，敢若互你闹开尔啦。你讲我母鸡学无头，出来走跳，加互你闹开尔。对，除了这点，你敢阁会记日你今年有生官死劫？你讲足济摆啊！哪会袂记日？你讲我以幼年当有生官死劫，无代志莫拍拍走。你讲真济摆啊！既然你拢知，既然为什么你拢知，佮一直乱说？为什么阁一直乱说？死劫劫袂来，我就是无聊死啊啦！师傅啊，山顶真是足无聊，死劫还袂到，我就先捂住死啊！我我就捂住死啊！我袂讲，嘿，毋过话讲倒转来，师傅卜的卦，毋捌失算过吼，过对无？安尼，准讲我要伫山顶，死劫嘛是会来啊！你想要讲啥物？树要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。我会记起师傅捌讲过，死有重以泰山，轻如鸿毛。我甘愿伫死前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，较赢要伫山顶安稳到老。煞去，看来阵我甲你拖转去，你嘛是会去逃走吼。安尼你着踮台北家己边看啦。多谢。多谢师傅成全。毋过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做甲到。啥物代志？师傅请讲。若是发现你不忠贞，随甲你掠转去山顶闭关。武功毋通荒废，我不是会来验收。若是发现你不忠贞，随甲你掠转去山顶闭关。是。过来，我先验收顶摆迄4招流影拳，过来用伫我的身躯顶。师傅敢好？我惊会伤着你老大人呢。拜托诶，凭你三脚鸟的功夫，那伤我会着，就是我怎过的呢？出招啦！是。师傅，看招！动作无可惜。哎，是安怎练的啊你？廖添丁熟练拍出流影拳，伊的拳头部渐渐逼近詹国英。毋过詹国英老神在在，嘴内细细念，佮讲廖添丁的欠点：后腿抓无悬，动作无确实，气劲浮虚，骹尾无够在，架势哩哩落落。哎，你是安怎练的啊你？一步回腿，直要踢到詹国英的面，雄雄一阵青影闪叮当，詹国英袂输踢做两身嘞，焕发出两个詹国英徛伫廖添丁双边边。神影无踪神无影。廖添丁也袂负反应，两个詹国英合齐拍出流影拳，甲廖添丁木倒伫涂骹。师傅，你偷食无？竟然找人斗骹手！
找人斗骹手，你倒一粒目睭看到鬼。拄则明明，起来啦！这招叫做神无影，是文文绝学。神无影，来，把口诀记起来。神影无踪，神无影。利用元神焕发出家己的分身，分身会重复家己所有的动作，让敌人受到同倍以上的伤害。这是侦测食路才领悟到的神机。即阵的侦测已经甲精气神修炼到巅峰状态，会当另外运用一世人所学的各种武术。毋过，侦测毋是安尼就满足。伊继续研发武术的各种可能性，上尾才研发出这个神机。神无影受攻击进前的瞬间，阿 B 好，一招好好练，无你任何代志，拢会逢凶化吉。天机不可漏下。也阁有，虽然讲你有生管死劫，毋过也是爱看你的字韵。天机不可漏泄，我话就讲到这。我知啊。地主知影，多谢师傅。对啦，这是恁师娘交代要互你的。好啊，你紧去，有闲较接转来山顶，师娘真挂念你。遵命，师傅，安尼我先来去啊。破军令。最近观音山紫气冲天，看来台北城有大代志要发生啊！敢会甲一颗臭小囝的劫数有关系呢？这个配音老师我敢若捌听过，伊是这个张玉关的款。张玉圈老师，中义宫足歹念的，中义宫。毋对。哦，去食拢一直搁还分钱呢。这是拄则甲咱斗相共的少年呢。阿舅啊，就是伊啊，赶紧甲伊说多谢。白贼七啦，欠白贼。毋过有时白贼话嘛会救人哦。阿舅啊，健康拢遐学都无济，歹势啦，莫见怪。无要紧。少年的，你拄则甲阮斗相共，阮爱回你才会用一啦，这互你。多谢。多谢。少年的，你要坐船转去大稻埕是无？是。阿舅啊，安尼你紧带人去坐船啊。好，王过来。对着我遛过行就对。王哥遛过，你敢听过？顺行有闲过来坐哦。天字第一号啊，你爱细你地下色哦，伊的手腕真惊人。阿舅咧讲一寡奇奇怪怪。阿良西，喂，
甜甜啊，九件九件，九件，阿良师，我前2天去南部挂货，收到几啊支袂歹家私呢。来，这支送你。诶，这哪会遐好意思啦？嘿嘿，我一转来就听你去教示王文忠啊，爽啦！我淡薄盘手，表达敬佩的意思。多谢。好啦，多谢你呢。我遮拢有真侪袂歹家私，有用来试试咧啊！日本底刀水哦，阿良师这武器的道具行有啊吼。又搁是去食。厦门音新字典，下门音新字典，水水哦，我看一下，好好笑呀！下门音新字典，来，一定来看这本册。下门音新字典是传教士甘伟林伫1913年出版的台语词典，内容包括漳州、泉州、漳州甲台湾口音，俗称甘字典。2009年啊。台湾教会公报社重新修订后出版，册名改做甘威林台语字典，就是我们会常查的甘字典哈。我嘛就只查，但是伊讲伊原底号做下门音的这个字典啊，落尾咱家改做台语字典。这件代志小可思考一下。因为伊内底原来是真济，毋是记录着台湾本土的声音啦，这不管，我只是看了这本真趣味，一定要来看一下安尼。下门音新字典，传说中的甘字典啊，甘字典啊。阿林啊，安怎会使接无？搁一个啊！修理好啊！水啦，阿水啊，你实在真天才呢！你搁扭看卖咧啦，我先来走哦。安怎？车歹去哦？对啊，加在我阿水甲我修理好啦。添中大。中义宫遐安怎？实在是个真心实的人，下暗有一个计划会同齐行动。不要，什么行动啊？嘿嘿，就安尼，搁安尼。廖添丁甲阿林仔简单说明偷摕军火计划。哇，安尼听起来真刺激呢！安尼叫恁顺势哦。对啦，天平大，我甲你小解这个车牌啊。后摆你伫路顶看到这款车牌吼，是一个点管的把布，我听着声就会赶过来，载你去想要去的所在。多谢。这里边哦，先多谢啦，唔免客气啦。天平大，若无代志，我上来无用啊。中义宫，足歹念着对。把布啊，饲一只把布啊，把布，哦，安尼会当直接过呢吼，水哦。安尼我会上爱去对。永乐町。嘿嘿，把布啊！看一下现在的他有没有任务提醒哦？去红来顶的北警察署哦，有呢，有任务提醒呢。更忙拉塞啊！把布，我感觉这阿林仔敢若怪怪，是毋是卧底？
警察叔搁要为后壁去哩哦。哦，无。咸正兄，你来啊！搬过这道壁，这道壁啊，搬过这道壁，就是警察署后尾门，嘛是地下军火库的入口。要开始行动啊未？还未啊，有一个问题要先解决。汪！安怎？有人弄入来是无？无人啊！嘘，莫乌白背啦。好啦，我要来去休困啦。有警察咧顾后尾门，若有人挖进，就会大声吠。伊若吠，警察我来，要想办法甲迄只狗，互迄只狗点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想办法，互警犬点去。伊就是捌倒腰，才会肥袂煞。伊摕我肉甲饲咯。会用子，伊只狗啊，若食伤济肉，就会拄久，安尼都无法度过门啊。嘿，原来是只枵西狗啊。安尼我来找一寡肉甲饲。啊，对啦，早起拄着阿九，就是伫猪店啊咧食头路，来去北门顶找伊斗相共。真好。報告します。报告，去通知药厂，讲货拢准备好了，下后一定爱来领货。是安怎宪兵出现伫遮？上本是，伊对28宿货了解偌济。一个新出来的土匪集团，阮嘛是当咧追查。目前敢若知影，带头的是一位道士。真好，拄则我收到密报，22宿货下后面要来偷袭咱的军火库。啊？啥物？连警司拢敢偷袭？对啦，密报内底有讲到。廖天丁会参加这摆行动。这摆我一定要抓到廖天丁。你有这份热情真好，不过实力才是关键。是，可能靠警察部的人根本无法度应付廖天丁。我找宪兵团的人来甲你协助。恁着要好好合作，唔通阁失败哦。はい。是报告，是。阿九买吧，阿九也是阿狗啊，这阿九也是阿狗，阿九好啊。啉阿九，廖送你好，要买肉无？嘿啊，在你后壁迄盘啦，2斤互我。好，我包一个，来，好你。偌济钱？免啦，本店沙秘书互你，山谷先生，免啦。哦，搁一个新的人出来，长哥桑，你起来啊！听阿九讲，你早起甲斗3工，这就准做谢礼啦。多谢。安尼哦，倒力啦，头家，你台语讲了袂歹哦。哈哈哈，还搁差真远咧，来台湾生活，加减学挂是应该的。可惜我的台语字典拍无去，后摆袂当好好学啊。哪会拍无去？
前几工有一寡普龙宫的人来偷摕钱，想袂到连桌顶的字典嘛甲撒去。安尼哦，安尼啊无交代我，这普龙宫的拢秘伫咧下水道，我会替恁找倒来。下水道啊对，下水道。啊，足好诶，互你真落力，了送。已经找到了啊，我应该有捡到才对。无哦，安尼是无共本哦。哎呀，我甲阿母的奖状拍无去啊，要安怎啦？安怎是无？你有看到一个有日庆的奖状无？无呢，有看到甲甲你讲啊。多谢你啊！应该有了。层层的奖状我应该有，看一下。结果我也是单发的奖状，奖状啊，无共款哦。下门饮心字典，我看着让我趣味的。对，我若是拍无去哦，会叫我阿母互我公示，多谢你呢。这是淡薄仔谢礼，请收起来啊。嘿嘿，水哦。拍断手骨颠倒用，贺军令快速拍破敌人的霸体状态。山顶海迷糊，提悬食挂包所恢复的体力值。拍断手骨颠倒用，然后着上后的无敌时限。哎呦，水哦！弄个倒去。啊？不能全部装诶，袂当全部装呢。我看一下。啊！我感觉这无路用。金刚护体符、破军令较好用。好哦。应该是有呢，这本字典应该就是啊，下门隐心字典。敢不是？不是这本啊。不是这本下门隐心字典啊，啊无个别本。咪嘞，好哦。去下水道找字典给阿舅。下水道。啊，然后杨秀卿呐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杨秀卿，他已经过世了。杨秀卿，一个念歌足厉害的，这个查某的这个艺术，杨秀卿已经过世了。不过这个游戏出来的时阵，伊还未过身。欣赏一下。嘿，对，说唱大师，说唱大师。哦，学校有教，水哦。
关关变会出来，关关搁变出来。人是拄啊伫，咱本性迄个命生才是了天地。讲孤囝爸母有较挺身啦，膝头毋做是大病。天顶细汉啊，着真牛，大细兄弟拢真爱狗，因爹叫做廖阿狗啦，住伫台中迄个牛码头。日本来子啊，改情水，伊大草地搁一庄肥啊，天顶爱买去外位，因爹挡毋互你开哩。吼！这聊店顶啊，本来就是非常的好动不好情就对啦吼。伊安尼啊，必须都是结婚甲成动，人人呼伊是哪主讲，在伊心肝内底咧希望啊，好想要去外口安尼走动拍拼就对啦。迄时海线未开通，也未开通海外线，就去圣兴拆车单，家己一个就半，十过小路是半。过山，古早的站名叫做站六分啦，下市也钱搁大约1块银，大路爬行有脚筋。哦，他的是专 Q 呢，有部分专 Q 啊，滚啊，滚。家己本身爱买来去多钱。得等这个路费，搁好时机啦。哦，这有心的呢，这一段很长呢。对啊，他有整个去找杨秀卿老师，整个等下录起来。我担甲强强，我挡袂掉。时大迄个钱头，别个死死哦，无通伊来加好，加好个因囝儿，哎呦加好因囝儿哟。第一阮当讲时段咧钱头白死死啦，啊无通加互因囝儿啦，一字啦苦怨我真无趣味，要等这个时机，等甲当时哦，时机袂等来到当时，心肝第一阮当讲啊，他这个当讲当时，啊这。哎，果然有宝物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，
那捌这个捌这个游戏的伊的迄个安怎讲，伊的特性啦，它是一个很有台湾本土意识的游戏，就有一个真有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的游戏。我可以想讲，一定会安尼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啊！但是我嘛是真正有心要听这个念歌啦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对啊。较多摕着迄是啥物聊天经啥物新歌啊？哦，这个台湾27新歌聊天顶。哦，1955年出版的。哦，其实这的物件拢足侪有一寡彩蛋伫咧呢。真好耍。好，多谢送物件。如果是菜啦，毋是菜啦，去食啦，讲人菜啦，跟这菜啦差不多，摕我的钱。台湾民主歌，水哦。要去对下水道啊，对我下水道通啊去。哦，北文厅的下水道啊。下水道。错刷 K， 大条埕下水道。是有啥物字典无找着？过来甲行看卖。要来破那个支线任务，来找那个字典。这宝宝拢客过啊。
这个拿过了。坐下。把之前绕高的拿完，希望这边没有再绕高了。拜拜，大家红万安安，忘了把留言切回去。安，找到2点。加糖啊来休困，没有啦，先把那个北警察署那一关打一打。对，抓狗的。哎呦，这拍袂过咧。啊，我知，是不是爱用武器？我看没。爱用敌人的武器，哇，即摆无法度啊！减一项，先食。
剩只佫欠5至8，哎，佫有3项物件。这佫有啥物所在？佫有物件。佫有通啊，遐一个秘密咯，找袂着咧。来找来找。食屎啦！哦，水哦，大条顶古宅，哦，安尼佫摕着一项啊，佫差2项。摕物件，佫欠2项。这嘛客过啊！呀！
哎呦，哎呦！斧头攻击力很强诶，斧头的攻击力较强啊，袂歹呢。无物件，诶、啊哈哈！哦，原地寸拳的攻击力蛮强的。字典，二等，你伫倒位呢？最强的冷兵器是斧头，对啊，可怜哦。哇，这个 K 鬼啊！之前有来过，升级关了 K 鬼。
吼吼，扑三刀就敲伊啊！还是有欠呢。生气，还有物件无摕到呢。到底是藏伫倒位？这边也有三个没拿到。到底藏在哪里？找个字典这么困难？这马龙 K 鬼啊！还有什么地方能藏的呢？这动作抓过呢。这嘛可以过啊！哦，这唔捌来过哦。抓鬼呢！
都我抓过呢。好，新地方。有了有了。耶！哎，真的哎，台日大书店呢，台日大词典，台日大书店啊，原来是这本。对啦，确实台日大书店是较重要。来，小川上义主编，顶册伫1931年出版，下册伫1932年出版，吼，拢是台湾总督府发行，是台湾总督府。总务局学务课所编的第一部台语词典，以厦门音做标准，收录漳、泉各地方言。词典的部分拢总1916页，是大量佮详细台语词典哦，台语大词典哦。这本有学台语文的人，就拢知影，这本足重要的吼。搁刷来，搁后壁搁有一节咯。遮无来过。哦，波头真正强，喷两三个就翘去啊！狐狸呀！狐狸呀！哦，魔王，小魔王呢？唔捌看过这只小魔王。抓过呢！水啦，大好票30钱。还差一个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这关哥差一个。哦，他这边会画这个叉叉，画这个车啊，就是怎样讲哦，你客过啊，你唔免搁过啊，安尼意思是安尼。所以这边算 OK 啊，对。好哦，原来有这个小小的设计。
歹跳嘞。诶、有先摕着台里大词典就好啊。坐车。恁讲的字典，敢是这本？啊对，就是这本《三国颂》啊！你的字典搁找回来啊！足好诶，你甲我准备的礼物摕互廖送。廖送，这是啥礼？请你收起来。气血通顺符，所以哦，看卖啊，气血通顺符，提悬内力恢复的速度。哦，数地时间呢？袂歹袂歹，下水道练工过来啊！坐爸母，爸母，红来顶。哦，可以加溜影棍的实力。这个游戏吼，甲大家讲啊，你看了去食就要等钱互伊，伊才会互你保温啊。诶，敢若怪怪哦。那看了去食，一定爱互伊钱啊！伊若无互你保温，你就甲蒸啊！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。笑死！好，来拍这关拍了，北京战术这关拍了就来啊，就来休息，就来休困哦。来食吧，憨狗！入来，我先去探路，恁等我的暗号。北京察署地下军火库，来ました。都唔知影涂骹就有这个军火库，这款规模根本是平工厂嘛！听讲是为着5年计划才秘密建造，好了，右卡。笨工啊！来个你头前挖过。天气顺了啦。好。这摆一定要抓得聊天点。哟，グズグズすんな、ボケ。搁伫遐咧拖刷，任务可会本堂。よろしくお願你就いします。是军所长找来支援中村小作坊，在下是上本警部。哈！因警部课就是正好做勤课，才会连一个死差仔宝都无宰掉。上本事，管他伊是聊天钉，还是聊天饼，只要我的拳头无伫咧，拢我整甲变肉酱。哇！这个手棍是咧钓狗哦！是哦。
我先落去等咯，确定无问题了后，才拍暗号叫恁落来。田铁兄，万事爱细腻哦。哦，这是啥？哦，加一加呢，水哦。哦。嘛是敢若会当跳一摆呢，我想讲会当冲2摆。1、2、3，不行。哦，对哦。哎呦，12点啊呢，安尼好啦。才会当记录，安就先拍到这。啊，北京测试后回甲拍。今仔日先放到这，因为明仔载透早呢，我嘛有代志，所以啊，我嘛提早休困好啊。无等下拍迄个魔王拍伤久吼，搁要撑到暝，搁要撑伤久去，对啊。好，安尼今日先到这，多谢大家啊，真好耍呢。我可能这个你时仔的时阵呢，过来找一寡攻略吼，来看卖啊，到底遐其他的宝物，遐下水道遐宝物的藏伫倒，我甲伊找出来吼。啊，无连讲后壁搁要叫阮去找物件，等下搁要去转来。好，今日多谢大家，我来看卖啊，今日什么人伫咧？即摆搁什么人搁有伫咧哦？真欢喜呢！今日算这足好算。我来看卖。参谋者好，来感谢罗真爽，多谢阿曼，感谢奥夫，多谢阿曼，感谢周小莲，感谢阿曼，搁有社条1号，感谢阿曼。明仔载透早搁有代志，所以讲今仔日呢要来休困啊吼。哦，3点钟呢，我拍偌久？3点钟搁过20分，吼吼！对，好。OK。好，大家好，即摆转来到遮吼，甲大家讲暗暝吼，明仔载，毋是明仔载，后回继续收看啊，后回继续收看聊天顶配音实况，对，饲毋对去，好。暗暝，大家暗暝，哦，佮甲大家讲，小等一下，随家关起来吼，真趣味。好，各位拜拜，暗暝要来休困睡觉啊，继续做看，黄文德布袋戏，聊天顶。期待凶杀之最期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再见。